陽春麵係一道經典傳統麵食，出名夠簡單清淡。要整到一碗好食嘅陽春麵，每一樣都要啱啱好，火候同時間到位，麵條先會夠滑又入味。由一碗熟悉嘅陽春麵開始，加入八寶醬，增添一抹亮點。8種材料結合，令風味更加濃郁分明，但依然保留返原有嘅清香同純粹。麵質軟滑，醬香濃郁，食落去層次慢慢出嚟。一碗傳統陽春麵，點都得，以自己嘅方式細說呢個故事。